我伫细汉的时阵，因为爸爸的工课的关系吼，我定定咧转学。我读过4间国校啊，庄脚的国校嘛有，都市的国校嘛有。我上会记得我一届5年仔的时阵，我转为庄脚的国校转去都市的国校、台中市的国校。我一去，就拄着音乐课，音乐老师就讲要考试。迄当阵全班考出来了后，拄我2个人100分，我甲班长，班长坐伫我边啊，所以同学就讲我共偷看，我讲无啊，我哪有共偷看？无哪恁2个咧100分，阮其他拢无100分。迄件代志，互我感觉影响足大的。所以，后来我当老师以后，我觉得说，我们不要没有事实的根据，就去讲这个小朋友怎么样啊。所以到尾啊，大汉了后，我学语达，我学其他物件拢足紧的。我感觉我爱证明，我当初我毋是作弊啊，嘿，我是真正音乐有迄个天分啊。